我来的晚，知道的不多。那时候正赶上查楠木的事情。书春园里，那个楠木店，最早就是我发现的。那个时候太上皇还没有禅位。哦，差不多。皇上还是15阿哥。皇上知道什么？那都是我告诉他的。谁让你告诉他的？当然是老爷子了。太上皇他一早就知道这些事儿。老爷子还不让说，是他说的，明白了吗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何苦啊！早些动手不过就是一句话而已，何苦还要戏耍我们这些做臣子奴才的呀？你这个问得好，这我问过老爷子，人家说了，那个是要留给儿子的一份什么产业。怎么了这？什么叫做位极人臣、奴才？什么叫做盛宠不衰？那是人家里的一份产业。阿伟，我爱上你了。有了你今日的这一席话，你让我死了也做一个明白鬼。你我肝胆相照，我交了你这朋友。来，你是不是该动手了？不动手你怎么会去交差啊？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到这儿来也是逼不得已。你说咱们俩啊，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弄死你干嘛？我看这么办，你就假装死了，把你军队一撤，你走你的，这个事情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我不说谁也不会知道，怎么样？没看出来你还有点侠肝义胆。哎，出来混嘛，与人方便就是自己方便。只怕天下之大，却没有我的容身之地，我能去哪里？你去哪儿都行啊，你只要不露面就行了。身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向我喝令，堂堂的扬威将军，封侯万户，难道将来要去做一只钻地的老鼠，形同蝼蚁，亡命苟活？那岂是英雄的归路？大功告成之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啊，其实我呢，就想带着我的文姑娘远走高飞。她一定是你的红颜知己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是天子的近臣，伺候好主子，你还会有几步升迁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还真不想凑那个热闹，我也不是块料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其实我这个人啊，挺容易满足的。我这辈子只要是能够听上我们文姑娘
唱上几段小曲儿，哎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羡慕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若有来世，我也只想惜一琴一剑，再寻上一位红颜知己，浪迹天涯，逍遥自在。这杯酒，我独享了。其实实话跟你说吧，要不是为了文姑娘，我根本就不会到这儿来。你说这算什么狗屁差事？以后要是有机会啊，你也可以认识一下文姑娘。哎，要是能听上她唱戏啊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君门果然料事如神呐！报君门，来人呐！不是我，打进来了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来人！不是杀了他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手，看自己服毒！不要饶我手！杀了他！不要让座！杀了他！君门不是他人所杀，他服毒自尽了。君门，君门，君门，君门。此地不可久留。来人，走！现在听令，军中封锁消息，不能泄露，以防剿匪趁势进攻。是。军中已无主帅。哦。现在马上拔寨返回丰台大营，所有人无令，不得擅离。中。集合！回总领，河陵那边正在拔营，往什么方向？好像是往京城的方向。他们要撤兵，队伍很混乱，好像出了什么事儿。我们跟上去。你们去盯住那股剿匪，看他们有什么动向。陆营兵匆忙回撤，后路空虚，我们要防剿匪突袭，不能让自己人吃亏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分头行动。干什么呢？来，把两天令，上放榜样再看。有人服毒自尽，有人不得走漏消息，不得站着离开，各寨无论，千刀万剐，听明白了吗？妈了个巴子，扶我上马，快！啊，是。哎，给你了。
啊，消息准确，绝对准确。啊，下去吧。是。他们匆忙回撤，只有一个可能。阿魏得手了。好，他们匆忙回撤，后路空虚，请主公赶快下令乘胜追击，一举全歼。请主公下令。主公，机不可失啊！葛堂，收拢人马，准备撤离。我要的不是眼前这2营人马，解决了一个和林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如今大局在即，我们不要为了眼前这一点小功小利而耗费了我们的人力。我刚刚得到内廷的最新线报说，乾隆病势加重，已经不能进食了。这正是我等待的时机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各自回部，全员嘉奖。人要饱，马要肥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主公，您看现在是不是可以开示文堂主了？你说这个阿魏，他还能活着出来吗？他呀，要回来也该回来了。到现在看来，恐怕已经是一搅进这男女私情，这情势就很难掌握。我绝不能让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。是。开打了，开打！看，他们也有拔营的迹象，看起来不像是要出击，也许是要迂回伏击侧翼。你去回复左领，注意一下侧翼。我在这里再盯一下。好。解开吧。主公，这也是万不得已，对不起了。教里的规矩你也知道，这不，主公特意让我来给你压压惊。阿魏怎么样了？好消息，阿魏已经得手了，他们已经撤兵了。他回来没有？现在还没有，不过主公已经派了2个人前去接应。这下子，你们很快就能见面了。就是这里了。就是这里了。你们，阿魏在哪里？他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文堂主，主公说了，儿女私情会坏大事，如今你已经不能再用了。你快走吧，回到你应该回的地方。你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，为什么要赶我走啊？我认定了，你是喜欢我的。
这是君子一言。快马一并。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。不会，阿辉不会死，阿辉不会死。不要杀他们！阿威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来找你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很好啊。你真的把何林给杀了吗？杀何林？对啊。你是说何林已经死了？嗯。难怪他们撤兵，原来这样。你准备去哪儿？现在去哪儿都无所谓了。你去哪儿，我跟着你就是了。我还有差事，你不能跟着我。此地也不宜久留，你回京城吧。在京城有落脚处吗？这样，你去我家吧。你有家吗？在东城头条，是个不大的院落，门口有一棵大槐树。你先回去，邻居有一个老太太叫黄妈，你跟她说是我让你回去的，她会照顾你的。怎么从没听说你有家？我的记忆也是刚刚恢复不久。你去那里等我，我不回来，你哪都别去。走吧。走吧，路上小心。驾，驾。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们俩。不敢，不敢。文姑娘，文姑娘，又见面了啊！走。哎，文姑娘在哪儿？您不是把她给救走了吗？我把她救走了，什么时候？就刚才。刚才怎么会呢？您亲口说的，让他回京城了。回京城？回哪儿啊？东城北头条，门口还有棵大槐树。我亲口说的。是啊。妈个巴子的，耍我是不是？不敢。怎么回我家去了？行，谢了啊。你俩别再让我见到你们啊，要不然拍死你们！鬼啊！鬼啊！
胡总管，怎么了？这是冒不失事的。主子传膳。什么？都要吃肉，都要了好几样。胡说！这好几天都不吃东西了，怎么突然间要肉啊？都做起来了，还说要看折子。哎，最近有什么要紧的折子吗？啊？什么要紧折子呀？朕叮嘱过，凡是要紧的折子，都要先送到这里来。忘了啊？啊，记着，记着。不过，主子，您先把这药用了吧。药补不如食补。你还是赶紧传膳吧，朕的肚子真有点饿了。这，哎，你们都忙别的去吧，朕的身边不要这么多人守着。哎，去。你们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？没有。那从现在开始，都要留中值守，各位就不要回家了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上书房、军机处分别要打一下招呼。我看就这样吧。啊，好，且走。这主子要吃肉能行吗？主子要吃什么就拿什么吧。可是这几天连粥都喂不进去，怎么能吃肉呢？这，说，主子是不是真的要降好啊？主子的病案是朝廷机密，我们可不敢乱讲。那是。不过您是内廷总管，有些事儿应该让您知道，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。难道这不是好的兆头？你现在要做的，一要做好一切准备；第二，尽量让他老人家高兴就是了。主子的脉是绝脉，现在忽然精神了，这个症候，就像人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吧，恐怕。回皇上，太医院密奏，太上皇回光返照。皇阿玛是回光返照？是，太医院的密奏。主子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也许只是太医们的猜疑呢。朕该做什么呢？朕该做什么呢？先进宫吧。内将，这。知道了是谁？说是回光返照。和林有消息吗？啊，信应该送到了，中间要不出什么差错，现在应该联络上7省行营啊。和林不会耽误事儿。是，只要有兵在握，是。
什么也不怕。那也得做好应变的准备。和林的400清兵，你亲自掌管。还有召见九门提督和京城的步兵统领。叫人给我更衣，我要进宫。进宫？不是说传膳吗？我要陪老爷子吃最后一顿饭。老头子不行了。好，太好了。不过要小心，和林虽然刚离开，可他那7整的兵马调度起来也是很快的。你笑什么？和林呐，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这7省兵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了。主公和他交过手了。哎，上兵伐谋，死拼硬打算什么本事啊？信陵君能养死士3000，主公不比他差。那主公在和林周围安插了人了。这个人还一直在和珅的府里呢。啊？是什么高人？我得走了。主公很快就要进城了，等他来了，你自己问他。那主公马上就要动手了。不着急，你是王牌，千万得稳住，等着主公最后一招。哎，外边的天气怎么样啊？天气还不错啊。穿过衫了？穿过。这样出去疏散疏散。哎，主子，我这外面啊毕竟有风，我看您朕的病好了，你都能站起来了啊！哎，一病在床，耽误了多少好事啊！回主子，丰台大营管带穆里萨求见。传。这出事了。给主子请安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回主子，何君门死了。啊！何林怎么死的？服毒自尽。朕要下一道潜口令，何林死的消息不准外传。今天听到这话的人都不准出宫，带他们下去。这，退下。这。什么事让何林活不下去啊？何林好像听到什么消息，要强行回京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亮出了老主子给的旨意和兵符。
是条汉子，可惜呀，他是很能打仗的。是，我军遇到伏击，何军门当时负了伤。何林死之前没留下什么话吗？我们当时都不在场，只有一个内廷侍卫在。哪个内廷侍卫？名字倒是记住了，叫李传卫。李传卫，主子知道？他们单独谈了一会儿，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，何军门已经服了药。这个消息还有谁知道？我们一直封锁消息，只是福长安福大人不辞而别。赶快派人把京城4门做好准备，不准任何人把消息带进来。这。来了。您好，是黄妈妈吧？你找谁呀？阿卫让我在这儿等他。阿卫，他办完事就回来。进吧。哎，这小院儿还真挺安静的。是挺安静的，平常没人。姑娘，怎么称呼啊？我叫文彩衣。文彩衣，怎么这么熟啊？我是在哪儿见过？黄妈妈，是不是听过四庆班的戏啊？四庆班，你是那个青衣花旦我都唱。哎呦，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哎，你唱的那戏啊，我听过好几出呢，唱的不错。哎，尤其是那出《珍珠山》，就你那眼神那么一飘，哎呦，真勾人，就把你们戏里那个小后生给弄得神魂颠倒。那是做戏。那你跟我们李公子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最近经常在一起。是他让你上这儿来的？他说这儿比较安全，不会有人来。是安全。你先上屋里歇着吧。哎，阿卫是越大越不学好，有个黄花大闺女在身边陪着，还嫌不够。大白天的还把个唱戏的藏到家里来，算怎么回事儿啊？陈姑娘，真的是你？明教的人应该不会再来追你了吧？不知道。但愿那2个要杀我的人回去交差了事，让他们以为我真的死了。那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有人对你可以只是一往情深呢。你不用再试探我了。那个黄妈妈，话里话外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。你和阿卫是不是已经？没有。
你别听黄妈胡说，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。我是个犯了天条的人。身为明教的堂主，无论是明教，或是朝廷，无论是教规或是国法，谁都不会放过我。我不想连累谁。阿飞是个好人，你们应该。王姑娘，王姑娘，文姑娘，他是来找你的。王姑娘，我不会再见他了。可是他一直喜欢的是你。文姑娘，文姑娘，你这进自个儿的家，干嘛跟做贼的似的？老太太，咱家来过什么人没有？谁呀？一个女的，干什么的？唱戏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快说来过没有？你给我听好了，这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你们家的老爷太太也托付过我，这不合规矩的事儿，咱可不能做啊！您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老太太，您要知道我从小怎么长大的，包您吓得屁滚尿流。文姑娘，彩衣姐姐，彩衣姐姐来了，来了，文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太上皇要召见你。我这真有事儿啊！我太上皇要召见，你赶不去，我还怕交不了差呢。快走！哎呀，快走！我知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怎么去啊？走，骑我的马呀！走了。那你能帮我牵上点吗？哎呀，好了，走。你老不必为难，该说的话我都已经告诉陈姑娘了。这不像她呀。好吗？你们都在啊？好吗？好长时间没见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是特地回来看一眼的，我怕你找不到这里。啊，黄妈，这是我的朋友文姑娘，也许她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，麻烦你多照顾照顾她。你们都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那里还有事儿，我要先走一步。等一下。好吧，没有时间了，有什么话等回来再说吧。圣驾到！好，哎。用膳。老主子，您看这个哪道菜对您的胃口，奴才就给您。你们都饿了吧？只要老主子用得香，我们就高兴。这几天朕身子不爽，疏离了朝政。有合中堂在，周疏政务，周转无碍，
一切如常。皇上得老主子慧根，聪明天纵，是一代明主。你们君臣能够相处的融洽就好。朕看三国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呀”。只要人和，万事皆利。哎，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？啊？诸葛亮对刘使君言：“我记得老主子不大喜欢三国人物。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？这老主子说过，三国里讲的都是东汉陋习，竟是尔虞我诈，实不可取。”是啊，三国那个时代，乱世周遭，群雄蜂起，苟全性命已属不易。若再想成就一番霸业，不说假话怎么能行啊？是，老主子参悟得透。如今乃盛世光景，不能同日而语啊。